脊柱外科微創技術一直喺度不斷咁探索同埋研究。近呢10年咧，雙通道脊柱內鏡技術已經慢慢成熟，涵蓋咗由腰椎退行性疾病到頸胸椎疾病。呢項技術透過建立2個獨立嘅通道，既保留喺傳統內鏡嘅微創特點，又克服床單通道內鏡手術操作空間受限嘅缺點，已經由最初腰椎嘅單純椎間盤切除，發展到可以完成椎本減壓、椎間融合等複雜手術，仲可以完成頸胸椎退行性疾病嘅微創治療。喺我哋醫院，有80%嘅脊柱退行性疾病可以透過雙通道脊柱內鏡技術嘅完成，標誌住脊柱手術進入咗全內鏡時代。基於椎弓根定位嘅雙通道內鏡頸椎手術，係我哋嘅深度研究頸椎骨性結構解剖之後嘅技術改良。目前已經開展咗近100例頸椎微創手術。今後隨住機械人輔助手術器械系統嘅開發，標誌住 UPE 進入咗智能化時代。未來 AR 實時導航工具嘅開發，有望進一步突破現有嘅技術樽頸，令到 UPE 手術更加精準同安全。香港道暨南大學附屬第一醫院交通指引：首先下載使用12306 APP 或通過其他網購平台提前購買西九龍到廣州南的高鐵票，從家出發到達柯士甸地鐵站，跟住離港指示牌走，就可以到達高鐵檢票口。高鐵最快1個小時直達，到站後按照指示牌出站，然後前往東出口打出租車。注意，需要走廣州城區旅客通道排隊等候出租車，最後坐車前往暨南大學附屬第一醫院，大概30分鐘到達。從香港西九龍高鐵站到暨南大學附屬第一醫院，全程最快2個小時到達，方便快捷。